烦恼许多学校无提供营养午餐，花莲县政府推出餐券哦，提供弱势学生一顿80块的餐券，去合作的超商也是便当店领餐哦，一共有4000学生会当受惠。开始休热，学校营养午餐的厨房嘛休困，去学校参加课后辅导或者是活动的学生，中昼顿是要安怎？一般学生拢是家己处理，不过一寡经济弱势家庭的家长，算是头壳摸咧烧。休热42天中昼顿的钱要为倒位来？我自己一个人在照顾3个小孩子，他的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呢。因为政府如果没补助，小孩子就没有饭吃啊。为了让学生莫枵着，花莲县府为111年的休热开始，发70块的餐券，予经济弱势家庭的囡仔。营养不价起，今年提悬到80块。由学校选择配合的超商或者是便当店来领，差不多有4000多学生受惠。到校的活动，我们4类学生都是有补助的。那在未到校的部分，是今年有扩大对象，让我们所谓的家庭突发因素和导师认定的这2类学生也可以申请。有80块的餐券会当食中昼顿，受惠学生拢真感谢。不过餐券有规定，敢来当伫有配合的店头来领，时间是早起10点到下晡3点，所有的餐券拢有编号。袂当家己摕去印，搁重复来使用。好吃，比较好吃哦。为什么？里面有加鸡腿，还有很多好吃的菜。我们是一次就发给学生一批，然后他们就会，因为我们还是跟他们讲每天用，他不要一次把它用完。不过配合的店头发现讲，学生伫咧外口较介意食的，是学校营养午餐内底无提供的食食，亲像糋卤之类的。希望家长甲学校会当注意囡仔点菜内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